哦，大家好，我是叶风松。自从我徛到国立台北大学，也就是我家大学的门口，圣诞节就爱到落去，咱常常睇到台湾福在地圣诞嘅裝飾。这个影片我会带大家去睇国立台北大学附近嘅圣诞装饰，还有Banqiao嘅圣诞夜车。唔好意思，我已經打錯了。當時打我愛翻譯做聖誕夜社嘅原因是因為到我是愛形容是多美斯嘅社區嘅情景，即個邦丘嘅聖誕夜社，伊正式嘅名應該是Ia-tan-siann，但是照即個漢字來讀出來，我是感覺奇卡，所以我還是愛用聖誕夜社比較順口。伫嗰個聖誕裝飾較影，你愛搭這個台北大學附近嘅裝飾，影過Banqiao嘅聖誕夜市，或是Banqiao嘅聖誕夜社，影過台北大學附近嘅聖誕裝飾，又讓人去學掉。老實打，這個物件是家己主觀嘅意見，而且我對於藝術嘅問題是無咩講究嘅，所以請恁莫見怪，吼。小帥能來台邦丘聖誕夜社賽。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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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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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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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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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就是国立台北大学，伊东位后壁一座就是国立台北大学嘅图书馆。